这影片是嘉义埔子配天公庙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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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就是资料库里面搜寻 HTTPS 或者是 YouTube， 然后找到几百笔的资料，那会出来，然后贴到那个社群贴文，然后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网址，有超连结功能。点按超连结，这以前的摄影机录出来的声音，不顺了，你看，手机录出来的还比较不会这样。把这个网址点按，要连接到那个播放清单的嘛，这样很方便的，直接把那个网址要贴在那个社群贴文。它这个是有网址资料的文件，纯文字文件合并做成资料库，然后再搜寻 HTTPS， 就是跟 YouTube 影片网址有关的前面的 HTTPS， 然后就可以找到几百笔哦，资料越多找到越多笔，然后会出来，再把它选一些复制贴到这个频道，然后贴到这个频道的社群贴文，在社群建立贴文，然后发布以后，你看这个有网址的地方就可以点按了，有网址的地方就变成超连结，又可以点按。可能你咧做菜，你是咧种菜的人，你哪有可能？你咧种菜的人哪有可能做这啊？咱你是一个装拍的，装拍囡仔，啊，装拍装拍太太啊，哪有法度通做这遮水啊？遮两个啊！啊，这。看样，我落去上迄个济啊，我嘛看足济样啊，我才是做袂出来。啊，这你敢若看样就有法度做安尼？这是啥物功夫尔？我才拢有法度做这出来。哦哟哟！在啊，尾也两船哦。若有价值的啊，咱共用心灵的。一只控少看无水的。真的哦，迄是只是你开的哦。有客顶台北啊你？哦，毋过咱头讲迄只是新的。咱头讲迄有这天哦，赞吼，水准足悬的。那咱样做就。把那个影片网址要贴在这个社群贴文，然后点按网址就可以连接到播放清单了，连接到那个影片了。以前的摄影机拍出来，你看，竟然声音会变了，会不正常。
闽南语、台语读经，这是真的。